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8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国民党提名谢龙介参选台南市长，台南市会国民党团甲台南市党部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凝聚国民党大团结。台南绿地变哪天？市长参选人谢龙介表示，台南市30党无轮替，违背民主价值。恳请乡亲，予伊一个机会，做比较，做无好，4党换人做。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专员到齐，除了启帮2位议员派助理来出席，还佫有参选的新人蔡宗豪甲姚振宇，伫个地方党部主委林进旺的带领，全力来消停市长提名人谢龙介，凝聚国民党的大团结。谢龙介，加油！谢龙介，加油！龙介，加油！他在全国的知名度都非常的高。那我们相信说，我们推出谢龙介议员出来参选这一次的市长，其实民进党现在都心惊胆战，然后那大家也看得到，龙介议员他的 power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管是在议会、在中央，他都是为了我们国民党，为了我们的人民，他是最敢讲的哈，包含在媒体上，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哈。党提出资深的谢龙介议员呢，全市合并前呢，伊拢咧监督市政。台南市的未来，要拜托市民大家来甲指导，牵成咱谢龙介。首次以市长提名参选人的身份出席记者会，谢龙介表示，民进党伫个台南执政30党无轮替，有违背民主的价值，希望乡亲好好比较，过去严格监督市政，未来当选市长当然嘛受人监督。强调做不好，4党就换人做。其他政党哦，你是究竟是要来监督执政党？那他已经把我们看成执政党了。所以我过去监督别人，当然现在我们要执政就要接受监督，这是理所当然啊。我们也会坦诚的公开接受台南市民全面的监督，因为当你有了政权以后，绝对的政权很容易造成绝对的腐化。我们将来执政的团队也是一样。坦然的面对全台南市甚至全国国民的一个公开监督，国民党就是全部凝聚在一起。我们在艰困当中，但是我们知道努力向上，团结一致，而且选民呢求变求新，这个期待相当的迫切。我们所有在各区的民意代表、从政同志受到太多的请托事件跟陈情，所以这个团队呢，市政府团队这4年来没有办法满足市民对台南市想要快速进步的期待，因此我们有信心在11月26取得这个胜选，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愿意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出发。谢龙介强调，自从受提名以来，备受执政党或者是其他政党严格监督，甚至是批评。谢龙介表示，如果若无这个声量，因嘛未来。以国民党16席的议员席处，绝对有当选市长的实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民进党籍议员蔡旺全结合立委陈廷辉，伫东区中明路举办联合服务处开幕大会，引起呛滚。陈廷辉委员另外嘛甲议员周丽珍以及蔡秋兰成立联合服务处，希望扩大范围，提供民众方便又个快速的服务。27号议员蔡旺全中明路服务处开幕，济支持民众甲消停的社团组织。大家听到蔡议员要甲立委陈廷辉成立联合服务处，拢来到老咧，伊直甲2位主讲非常留念，引起呛滚。议员都要重视政治服务，不过音乐艺术的素养，后夜成立大会，特别邀请青少年市民讲献乐团再来优雅演奏，充满艺术气氛。加上萨克斯风的热情带动，互现场热烈滚滚。会中除了立委陈廷辉甲议员蔡旺全2位主角，包括议长郭信良、立委蔡意瑜甲电视名嘴汪杰明等这位贵宾拢到场赞声，同时做伙为联合服务处揭牌。
这边拍个手。跟旺泉成立联合服务处，其实我跟旺泉呢，依在因服务处，所有的服务案件其实都是我们国会办公室在处理。可是呢，大家还是都会觉得说，我来往出来讲我有中央的案件，我来找议员刚好个，就是自己会在那边揣测判断。所以我跟王传讲哦，其实咱的乡亲哦，信赖你，他就希望说你从地方跟中央都可以一次帮他解决。所以呢，我就跟旺泉说，旺泉，我们成立联合服务处，未来我们的选民来到地方，伊就知影，我哪来王传服务处，你唔免烦恼讲，你到底是地方的案件，也是中央的案件，你只要来王传服务处，伊的服务处就会帮你分析。到底是找市政府，还是找行政院相关单位？安尼咱是不是足方便？安尼咱是不是减足侪咱？唔免去头壳安尼用伤脑筋的方式讲，我到底是要找啥物人？唔免。未来咱的服务，咱就来找蔡王全，和蔡王全替咱服务，大家好吗？谢谢。看到陈廷辉委员他对台湾本土。这个信仰的一个价值跟政治改革的魄力，那么我在基层服务公职也担任了16年。那我决定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跟他组成联合服务处，一方面扩大服务，然后一方面呢，也是把我们真的属于台湾本土的力量，我们建立一个正常国家的一个力量跟希望，把它打造出来。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对年底的一个选情跟选举会更有信心。面对民进党内议员初选民调压力，议长郭信良嘛就在高场声援，今日推荐普实认真的创选。我觉得，会使讲，如果议会了，伊人真普实。伊虽然是袂做作，但是伊足认真。所以大家对于地方讲这个囡仔足古意，这个议员呢足好心，所以就一直对伊呢有真大的信任。就是因为安尼了后，伫党内底咧发展，就会受到部分的欺负。这段时间内底，陈廷辉就对委员，甲这个议员来相近，一路路安尼行来，过关斩将，一直较紧。但这有够无够？比如讲，咱遮侪乡亲时代，会当相招相带，即种选举再重复甲塞一个路路，互保义的人会当顺利来继续完成这条路。立委陈廷辉27号拄到甲东区议员创全成立联合服务处，第二长郭信良、民进党市党部主委丁人陪同，甲南区议员周丽珍嘛成立服务处。要发挥1+1大于2效果，需要赶到嘉义区伫正人小停车场，甲议员蔡秋兰成立联合服务，希望持续扩大范围，提供民众更快速方便的服务。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由文化部补助制作的乌水狗传奇之帝王福台戏剧，剧情是描写地成功伫1661年。由陆立文执导，登陆台港内海等故事。3月26号，剧组嘛正式伫登陆的所在拍片，希望重现开台400档的场景。为了拍电成功军队对陆立文登陆甲荷兰导航的场景，乌水狗传奇的剧组选定26号午时正式开镜。剧组为了求镜头完美，各种的角度一再斟酌，无用阮任何顶答。除了各种戏剧的专业，嘛为重现历史的情景来负责。大场面本来就有很多地方是要去注意到的，尤其它很多状态是很多人、很多机器。我们这次在陆海空都有机器啊。那之所以会这样，就是我们不能辜负了当初郑成功攻台的时候他的历史使命。那现在呢，400年之后了，我们在这边依然在称颂他，也是因为他所为台湾所留下的历史是很重要的。为此嘛是陆战队的导演甲剧组特别邀请海军陆战队分家人联名的兄弟来做临时演员小听，因过去海陆训练作战的迄款气势，绝对为该戏剧加分。李新文是我们陆战队退役的弟兄，那今天呢，由我们海军陆战队联盟我们社团
我们呢集结了近30位的弟兄前来支援。那这次的拍片体验，让我们体验到了拍剧那个剧组的工作人员的辛苦。为了彰显甘书记率将电流发现台湾的水，局组嘛邀请文化大学教务长方元仪演出《开台王》，用开垦台湾甲地成功过乌水沟的传奇故事，加开台湾开台400档的事务。有机会能够嘎一脚，那当然就是很荣幸。那刚好嘎的是严思琪，那之前呢对严思琪的故事呢虽然知道，但是不是非常了解。那因为大家的这个角色之后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那当然发现原来严思琪就是我们的开台王，那也是第一个就是有远见来到台湾不是说短暂的暂留，是他希望能够长久的经营。那一定要有他这样的远见才有这样的一个后续。我们在台湾这样这几百年这样一个繁盛。污水沟传奇之阵亡赴台呢，特别呢再加了郑芝龙以及严诗琪呢登陆台湾，发现台湾之美的一个场景，揭开开台400年的序幕。结合我们今天拍摄郑成功呢抢滩，大军呢由鹿耳门沿岸登陆，以及呢我们奎一呢总督呢投降，郑成功受降等等场景呢，为开台400年的活动呢揭开序幕。这摆乌水沟团旗锁定台南处境，努力社区发展协会甲地成功组别等单位嘛拢出面关心拍片的进度，对行销台南甲地方发展拢相当期待。这个影片呢拍下，对咱台南市公共的行销、经济的提升，拢有真正面的影响。介重要是讲，今仔日找到这个所在来拍片，这个所在嘛是362年前地成功伫遮登陆石化来勘察野地了，就陆立门港入来去赶走回来啦。郑成功在这个台湾这边建设，它带来的影响有什么可以发展的，让我们后代的子孙，包括这些人民，他所展现的是他的胸襟。为什么他要来开拓这个台湾？因为高中戏剧需要动员真侪人力物力，剧组除了有文化部的补助，嘛特别感谢中嘉宽平、台南市文化局等单位协助顺利拍片。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虽然下水道工程是民众较无法度感受的事情，不过为了都市的公共卫生甲进步，因着污水下水道二期工程，伫中央支持之下，28号正式开工，希望拼22趴用户接供比例。推动下水道虽然是看袂到工程，不过为了提升市民生活环境的品质，向历史负责。台南市水利局向中央争取2亿4000多万，来协助林地污水下水道2期用户接供的第8标工程。28号上午，市长吴美婷亲自主持这摆典礼，同时用向前光线砍挂仪式正式动工。3、2、1。请上灌溉，开工顺利，圆满吉祥，掌声鼓励，谢谢。那这个仁德污水下水道系统呢，它的用户的接管户数呢会达到1237户，那总经费呢我们会达到2.48亿，那其中中央补助了92%那我们地方自筹了8%。那这个整个相关经费，我们非常感谢内政部营建署的一个补助，让我们在仁德区的用户接管能大幅的来做一些提升。不管是公共卫生还是现代化都市的指标来看，污水下水道工程都是一定要做的，所以水利局嘛呼吁民众施作过程需要后尾项坑污水的设施，请民众全力配合。因为污水在施作一般都是在住家的一个后巷。那后巷是那个住户的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在施作污水工程一定要先取得民众的一个同意。那一般我们污水在施作它要有一个足够的空间，在台南市是80公分来放这些污水设施。那后巷通常民众会有一些增建的情形，那这一部分也希望民众能够自行来把这些增建物来做一个拆除。那在施工过程多少会造成不方便，
所以我们完成后整个后巷就会变得很清爽、很干净。林地污水下水道系统分4期建设，从到民国124年，总经费高达109亿。目前开工的第2期向营建署争取2亿4000多万，也包括部分东区的沿河已经完成广线的长度大约46.8公里，沿河接共9428户。但新闻管制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了将各界捐献的物资送予真正需要的弱势，社会局持续成立食物爱心银行来发送。28号上午，新丰分行正式甲牌营运。社会局表示，今年预计将设立15个据点来扩大服务。3、2、1，请揭牌。台式食物爱心银行新丰分行正式启用。由市府社会局委托花莲慈善事业基金会所办理的食物银行新丰分行28号伫这议员甲乡亲的见证正式甲牌，这款政府甲民间合作，将各界所捐赠的物资整合起来，佮再提供予需要弱势。其中委托表示，这种社会福利正是一种货畅其流的概念。兑换他需要的。不是说你来决定他要什么，是他自己决定说他想要什么，他需要什么。这样子的话，就真正达到货畅其流的帮助。此外呢，我们有6部这个食物银行的物资配送车，譬如说，我们现在的新丰食物银行就要你欠币，刚好哪个地方的食物银行有，就配送车把它载过来，就像那个便利超商的物流车一样。社局表示，台南市对108年一直到今年为止，委托民间社会福利团体已经开办5位食物银行的实体店面，不管企业或是个人捐赠的日常用品甲食食，受帮助弱势已经有14万人。今年预计搁再设立15个据点，要扩大服务范围，也让社会福利更亲离地方，方便民众来摕。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台南一间5星饭店，伫2011年推出金纸造型的鸡卵糕，来响应政府减少金纸环保理念。因为金纸鸡卵糕不但好食，而且造型趣味。伫今年的清明期间，已经卖出700份，真正受到消费者欢迎。桌顶这2份金纸，其实只有头前这粒是真的金纸，后壁这个是用鸡卵糕所制作。大堂中酒店伫2012年时，为了响应政府减少纸钱的政策，当时就推出这个模样逼真的金纸鸡卵糕，希望民众伫拜拜时会当减少烧金纸，做伙环保爱地球。但是更做更新的心意不减。这个金箔蛋糕最主要是在2011年的时候，那台南市政府卫生局鼓励大家新环保他为了就说大家拜拜的话烧金纸这个环保这块概念，所以结了很多的糕饼业还有饭店。当时从2011年我们就开始来就是来做这个，希望的鼓励，因为台糖长荣酒店本身就是一个进到企业社的人，希望中来带动大家对环保的重视，对地球的爱护。也因为民众现在愈来愈重视环保，佮加上金纸鸡卵糕趣味造型以及大众化口味，互消费者对着这项产品的接受度也愈来愈高。大堂中酒店伫今年清明节前后，就接了将近700份金纸鸡卵糕的订单。最近，因为我们也接到很多的网友，目前的订单有将近700份。相当的热烈，表示现在目前大家对这个议题方面已经都能接受，尤其去年的疫情，在中原普渡推出来的时候，受到很多的重视，所以从中原去年的这些的景象，让我们这一次那主动的客人是主动提出来，希望能购买这个金箔蛋糕。我相信这一个议题已经唤起大家对这个方面环保。以及环保的蛋糕，也就是金箔蛋糕。饭店业者结合环保概念，发挥创意，将金纸变成美味好食又够趣味的鸡卵糕，成为大堂中酒店近来热门商品。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
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美术系学生毕业展，正伫个台南市议会1楼大厅展出，有将近200件作品，将展到4月22号，欢迎民众踊跃前往现场参观。伫个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舞蹈社团热情的流行舞蹈的表演，为该校美术系111级学生毕业展来热情开幕。2月6号下午，伫个台南市议会1楼大厅举行开幕式，由议长郭信良加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校长黄宗成以及多位议员共同剪彩开幕。在此感谢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毕业展在这边。让台南市因为摇身一变成为议事殿堂，相信来加工的民众能够耳目一新，也能让市民亲眼看到学生的创作和能力。我看到呢2天前，看到门口学生做认真咧布置，所以我就大家叫大家爱较紧大家叫大家来这看，这是台南科技应用大学很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在此，希望台南市民能够把握时间。到台南市议会看这次非常好的展览。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校长黄宗成表示，该校美术系用个讲是全国上大的美术系，学生超过1400名，每年毕业展拢有特别的主题。今年的主题为春暮色色，春暮代表春天万物苏醒甲希望，而色色即是青色，有繁花似锦的意义。今年的毕业展将分别巡回校内外，第一站选伫台南市议会来展出，邀请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市长原台南州立农事试验场办公厅舍，也就是过去的考种室修复工程，上午举行动土仪式，由市长黄伟哲甲各界贵宾共同启动。伊嘛特别去参观原建筑物的现况，希望工程顺利。考种室佮叫做原农市场，伫咧1956年的时阵来兴建。原来用途是甲政治提供予研究实验的专属空间，当时兴建的经费由农复会来补助，由此会当见证过去伫咧战争了的台湾推展农业研究上的历程。新建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对于育种、考种，还有对于农业的部分有很重要的产业上的意义。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除了产业的意义之外，还有文化上，还有这个历史上。毕竟它已经有将近超过60年的历史。我们也希望说，这个部分能够在这边连成跟府东文化园区连成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这地方坦白讲是一个精华，是一个蛋黄区。我们也希望是这边提供一个文化还有休闲休憩的地方，那兼具历史的意义，这变得多功能的多用途的地方，也是我们政府希望能够跟农委会配合，然后整修这个地方的原因。这摆修复工程除了会当恢复高一个风貌、提升安全结构以外，会增加无障碍设施。甲原本的农场改造成会当栽种假蚵的场地，提供予周边的中小学来户外假蚵做使用，加上周边的农场气氛，会予规个高一个场域成为日常休闲、佮有户外假蚵的好所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2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